上帝的恩典，互阮今仔日老店合唱团会当来到咱中间，甲咱三甲敬拜上帝，享受上帝的祝福。做牧师的人上较爱看礼拜天拢坐较甜啊，啊，搁会友搁照时间来吼，袂安尼讲迟到的人遐尼济。啊，这是可见咱的教会受上帝真大的祝福。啊，咱的牧团牧者伫即个遮也得到上帝的引带甲看顾。啊，即款的祝福，咱继续努力去。170年前，马街对高阳坐船来到淡水，伫即个遮宣扬耶稣基督的救赎。20几年久，建设60几间的教会，互3000几个人成做基督徒。搁再伫遮设立教会、学校、病院，甲当时台湾人所无的即个女子学校安尼。170年后，阮老店有人来到淡水，对高雄来哈。总是阮毋是坐船啦，阮是坐高铁，啊，搁坐巴士吼。啊，阮毋是讲要像马街遐伟大，讲来遮传福音啦。阮时常是来，甲咱淡水教会的即个正行者，当享受当时上帝借着马街，呼召马街来遮宣告，来遮设立教会的迄个福气、迄个感动安尼。所以咱淡水教会的兄弟，咱一定会记住，上帝呼召马街对加拿大呢来到即个遮来设教会。这毋是平常的代志，无讲逐间教会拢有即款的福气，啊，所以呢，咱就爱互即款的福气继续伫咱的生命中间延续落去。啊，阮老店今仔日有机会来到咱的中间，阮非常感谢上帝。照使徒行传所记，保罗出去传道的时，自愿出去的共有3遍。第4遍是互人捆绑做囚犯，押去罗马要受审判。啊，路中呢休困的时，伊就开始传道，啊，这叫做第4次。这是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就是保罗第2次出去传道的这个记录。伊本来的目标是要去到今仔日土耳其、土耳其的上北边庇推尼迄搭遐，接近黑海的这个海岸的所在。我去到遐无偌久呢，就感觉敢若拄啊圣经的话有讲上帝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毋准伊伫迄搭遐传道，啊，所以呢，就倒转来来到土耳其迄个南部特罗亚的所在。这问题就是讲，是安怎样？这个上帝的灵毋准伊伫遐传道，到底是啥物代志？啊，今仔日的学者的研究，才开始依靠到迄个所在，水土袂合啦。因为迄个时阵，庇推尼农业未开发，啊，迄搭遐人就是高卢人，就是今仔日法国人的后代啦。咱像讲今仔日法国遐发达，总是还未信基督教，还未信耶稣以前，因迄时是野蛮人啊，伫迄搭遐的生活程度甲生活真佳。保罗可能伫遐水土袂合，所以从倒转来南部来到特罗亚。咱今仔日讲即个代志事实上甲马街呢有共款的情形之类。马街10岁的时，就想要做宣教师安尼，所以以后读师范学校，读多伦多的神学院，去到美国，佮读这 Princeton 的神学院，佮再去英国，去款的爱丁堡，佮再伫遐读神学院。转来到加拿大之后，听讲有人要派海外传道，伊受指派，原来是要去中国啦。伊嘛去到中国呢，因不是水土袂合，总好倒转来高雄，就打到迄阵李修牧师伫李港爱甲遐，伊甲伊住遐住2个多月，过年呢，就随时对北部来。
3月初九坐船来到淡水，伫即个只登陆。入到河口的时，爱就有感觉一声音甲伊讲，就是即搭即个所在啦。即个所在就是伊的宣教区源吼。所以咱是足有福气安尼啦吼。即个上帝吼，安尼感动即个安排，感动马街来到咱淡水的所在，一只传福音、设立教会，和即个拯救的信息，伫即搭只会当实现啦。马其顿是甚物所在？马其顿就是伫欧洲啦，伫迄个今仔日的希腊。伊若要来到小亚细亚，就是要来到土耳其。第一先就爱坐船渡过爱琴海，来到特罗亚伫遐登陆。若小亚细亚或者土耳其人要去马其顿，阮仔嘛是都爱对特罗亚遐坐船过去啊。总是呢，即个特罗亚伫迄个主前330年前，迄阵规个土耳其的即地区，拢互波斯帝国所统治啊呢。啊，毋过迄阵有一个少年家22岁，亚历山大带军队对马其顿坐船过来到特罗亚，伫迄搭遐登陆，伫咧附近登陆。伊3万军队尔，总是打败比3倍大的即波斯帝国，伫迄搭建立希腊帝国。所以呢，无论伫希腊迄边、马其顿迄边，无论伫帖撒罗尼迦，还是讲伫特罗亚、特罗亚即边呢，到处呢拢有亚历山大的迄个雕像之地我伫遐嘛有看到去到遐嘛有看到即个亚历山大伊的雕像，坐伫马顶安尼，头壳安尼刺刺，小可有安尼内省，甲小可优异的所在。迄款咱人些想讲，伊遐伟大的英雄，可能自高气昂，抬头挺胸总是迄个像所刻的亚历山大呢，是安尼头壳小可刺刺，稍微有优异的样子安尼即导游特别讲叫阮看出即个伊的特性特殊的所在保罗捌历史的人伊无法度通伫庇推尼宣教，所以来到特罗亚，你遐看见足侪亚历山大伊咧雕刻的像看做世界伟大的英雄。你想伊会伫遐受感动袂？一定会迄暗伫困的时，就梦见讲即个马其顿的人对伊的手，叫伊呢过来即边，过来马其顿即边帮助阮。真侪人伫摇，即个马其顿的人，甲伊的手过去帮助，即个可能是甚物人？上界代表马其顿的人，可能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所以呢，伊就去到遐，创造一个真伟大的一个事工。亚历山大是世界的大英雄，伊所征服，也是讲所发展的这国度，到今仔日呢，全世界呢无人破纪录。就是中国的金世王元朝的这个成吉思汗还是忽必烈，还是讲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这个皇帝。拢无人像伊遐尔大的一个成就。亚历山大除了伊的剑术以外，另外一项互人所尊敬的，就是讲伊是一个真爱文化的人。伊对细汉呢，就对这个亚里士多德对伊读册所以真热爱这个希腊文明。伊虽然征服遐尔大的土地，总是毋是共侵夺。毋是占领，伫伊遐尼济战争的中间，真罕得讲将对方杀戮安尼伊大部分拢太赢就好安尼，无换当地的政府，无安尼讲自对敌甲伊太好了，无抢人的物件呢。伊上计是留一寡人员伫迄搭遐
传达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伊伫伊短短的时间，差不多征服当时世界的1/3，互希腊文化伫世界流传600年，直到呢第4世纪，才互这个拉丁文化所取代啊。保罗来到这特罗亚，来到亚历山大登陆的迄个所在，迄个真济亚历山大的这个雕像的这个所在。保罗无军队呢，也无武器，敢带简单的行李，甲一寡伊家己抄写的这个经书，就跨海坐船对特罗亚经过爱琴海，去到萨摩特拉登陆，到菲律宾，到帖撒罗尼迦，到亚该亚的首都雅典，到希腊最大的城市哥林多，搁再跋倒转来到耶路撒冷。会当讲从地中海一带的所在呢，拢将这个福音甲伊传遍啦。保罗虽然无军队，也无武器，也无啥物装备，也无边仔的人员，伊传福音所影响、所扩大的这个国度呢，比亚历山大呢起足大呢。咱今仔日伫世界，会当讲遮济国的所在，遮济国的这国家呢，真难得找着讲有啥物所在呢无基督教，还是讲有对啥物所在无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呢？所以有人讲，这个福音是耶稣对天国传入来，教会呢是保罗伫地上所建立的。那么保罗呢建立遮大这基础遐好的教会，这个今仔日教会会当流传，甲遐久啊，就是甲21世纪，甲咱伫台湾即搭遮的淡水咱个三甲伫遮聚会，伫遮传福音嘛呢。所以这保罗的这个贡献非常大。但希腊人因当时所传互世界因认为讲上界悬的这个文明是啥物呢？就是理想中的这个真善美，柏拉图所提出的理想中的这个真善美。总是保罗所传的，毋是即款人文理想啊，亲像讲三民主义啦、共产主义，还是讲人文主义，毋是这人文理想，毋是这乌托邦。保罗所传的，就是将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对人的救赎传到地面。伊所建立的这个上界悬的这个道德伦理呢，就是信、望、爱，信、望、爱。信望爱甲即个真善美无共款信望爱是有实质的，是有实质的。中间是有动力的比如讲，上帝呢，互人有信，上帝称做咱信仰的对象。咱人甲人的中间呢，咱着爱呢建立福信，搁呢，咱着爱嘛是着爱努力，称做咱互上帝会当信托的对象。咱做一个基督徒，毋通讲干那信上帝尔，事实上，咱也着爱建立家己，称做会堪得互上帝信托的对象。看啥物工作，上帝交代咱会堪得互上帝信托。毋是讲干那上帝互咱有永远的愿望，咱做一个基督徒呢？对信耶稣了后，咱时常也着爱努力建立一个会当造福人类啦，会当造福人类的这个物件会当造福人类，爱当提高信德的这款的这素质，搁再呢，有迄个永活甲人三甲来超找伫耶稣基督永活即个愿望，毋是讲干那上帝听咱，实际上咱也着爱真心真性
真啊就是疼上帝，啊，佫疼别人，啊，佫爱疼咱家己呢，所以咱嘛着爱疼家己啊。所以伫保罗所传即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即个有信、有仰望、有疼吼，即个动力，这是一个三次元的关系啦，也毋是讲伫迄个空中迄个理想。咱看即个真善美真好看，真水啊！每日放伫空中吼，中间呢，咱无互相伦理的责任啊，无上帝参与伫迄个中间啊。真善美是一个真好、真水的理想，我敢若放伫云的中间吼，就是讲咱互相中间无伦理的责任，无讲我着负责你的真，负责你的善。负责你的美，还是你着负责我？还是讲上帝参与伫迄个中间，三甲来推动？信望爱呢，就是我，就是有实质的，就是上帝甲你我呢，三甲有伦理的责任，三甲都爱参与，三甲都爱推动，互伊有成就啊！所以这个是无共款吼。咱若敢若真善美，独善其身吼，事实上袂当做啥物？假使咱若无做一个伟大的代志，咱若无努力，啊无去参与，无去创啥物，无建设一个实质的迄个成果咧，无法度通互你成做伟大的人。所以若无伟大的工作、伟大的成就，无法度通互你成做伟大的人。三国时代吼，有一个出名的即个故事吼，叫做葛氏绝交啦吼，葛氏。挂即个草树啊，来结交。古早的人吼，无伊个人济，你知道？除了你做大官，怎伊个人济？啊无呢，一般百姓，大家拢坐涂骹尔，席地而坐，啊坐草树啊，吼。啊有两个青年，一个叫做关灵，一个叫做华阴吼。这两个青年真好，做伙读册，做伙做工课。当时的人，读册人嘛是都爱种作呢，无免啊生活。啊，因吼伫掘园伫种作时，即个官人呢，啊那掘着迄个园的中间呢，听讲有金片啦，小小的金片啦，总是伊拢不在意，安尼一直掘落，一直掘落，就要种作一直掘落。啊，这花因呢，嘛是掘着，掘着金片呢，啊伊就捡起来看。啊，这个项代志呢，互这个官人真无欢喜啊，感觉做者读册人，啊特别种作。太安尼，迄个关有财物的中间摕起来看，佫过无偌久呢，有迄大官一迄华丽的鸟，啊佫对遐过啊，哇，真侪人去看，真闹热。即个花因嘛走出去看呢，啊，转来了后呢，伊看见迄个树啊呢，关灵已经甲挂开啊，用刀啊挂开。伊讲吼，你吼爱迄个财物，啊佫贪即个吼荣华。你已经无法度同甲我做朋友啊！我无法度甲你做朋友啊！所以隔时结交，以后无去做朋友。这个史上有真侪人吼，真钦佩这个官员啊，感觉这个华阴吼，太安尼吼，读册人无迄个吼，安尼清淡的心的爱财物，佮爱这个荣华富贵啊！不到以后，这历史就哪久的事？有人提出这两个人来看、来批评、来回想的时，发现吼花因以后呢，伫迄款魏文帝的所在的时阵，就曹丕的时阵做大官，啊，搁再做曹丕的参谋。曹丕呢提出足侪好的建议，致到呢这个魏国呢安尼强大兴旺。三国时代吼。上强的国家就是魏国，就是曹丕的时代。啊，伊提出真侪的建议啦，吼，互这个魏国强盛。中间有一项，就是吼，伊甲这个曹丕这个魏文帝建议，讲毋通常常发动战争啦。你若常常发动战争哦，这有咱这个年轻的青年人哦，去战场刣死去啦，啊，无人种作，啊，家庭悲哀吼。啊，国家呢，即个无人种作，啊，国家即经济歹去，安尼国家会衰微，毋通发动战争啊！
曹丕真正听伊的话，尽量的不要发动战争，保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会当建造，会当国家成长。咱就知影讲，三国时代上聪明的人，就是什么人？就是诸葛亮嘛，敢毋是？诸葛亮他无法度通互蜀国很富强，但是诸葛亮足爱战争啊，常常战争欲出祁山，拖老命，敢毋是？发动战争才有国家衰弱。安尼这两个人，到尾历史学家安尼甲评论起来，什么人较有成就？就是讲你独善其身嘞，无法度人互你成做伟人。总是呢，虽然像华阴迄款有缺点的人，总是实在做代志、想代志、建议代志，对社会甲对国家拢有贡献。所以咱的这个信望爱甲希腊人相关的理想，真善美避开是什么？真善美就是空中作水的一朵云。毋过，咱的保罗传互咱对耶稣基督来福音的这个信望爱是实质的物件，是有伦理责任的物件，是会当真正成就伟大事工的物件。我今仔日发现着讲伫这个淡水这个所在，有几项三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保罗本来是要去比推尼传道咧，要毋过伊讲耶稣的灵无允准，爱从法倒转来，来到托罗亚，对伊来看到异象，从去马其顿，甲亚该亚去来宣告，建立一个比亚历山大更大的一个国度。马该呢，本来呢，就是讲要去中国宣教，要嘛去到遐水土袂合呢，佫法倒转来到打狗，当坐船，来到淡水阮老店拄甲马该有小可共款对高阳来到淡水来目的事实上现场毋是上主要，毋茫呢，甲咱淡水的即个兄弟姊妹。同款来享受当初呢，上帝对马该感召、对马该感动，迄个从北部的第一个福音传入即个所在。保罗伫德罗亚有看见即个亚历山大的像，阮老店敢若小可较晚来做，本来是要甲介绍伫遐门口迄张马该像呢，这马该像就是台湾的地方政府第一个为着外国宣教师所设立的这纪念像。等下咱若煞咱老店这人无看到迄像的人，出来甲看咱若去甲看者，可能呢，咱会亲像保罗共款，感受着迄个这个伟大的宣教师伫遮建立的伟大的事工咱对遮受到迄个感动。受到迄激励，实际上咱人上界欠过，毋是物质的物件，上界欠过就是上帝的感动，迄个互咱的心灵活泼的心灵、热情，到意志力，到迄智慧，到迄创造力去做一寡代志出埃及拢常常骂法老，讲法老的心硬，即摆人拢无讲心硬对毋对？心态硬有讲肝硬就是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伊心灵无法度受感动呢，无法度受感动。上帝安怎甲伊感动呢？拢无法度通去听，通去受上帝切恳，通去想着伟大的代志、疼人的代志、热情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所以感动的心是非常重要。咱特别伫淡水教会伫即个。马该要受上帝感动的这所在，咱实是真有福气。我拄仔讲过，全台湾的无几个所在像咱这个所在遮好，遮有福气所以呢，咱就要珍惜啦，珍惜上帝互咱
的这个福气。所以对这气人咱爱有这个感动的心情。阮这个时常留念这个合唱团，时常有这个精神。迄个精神就是啥物？虽然老，旧年甲平均70几岁今年毋知咱的团员平均嘛才几岁不过阮是老调毋通讲虽然老啦总是老无不悔毋通咱心灵活泼的时，咱就会当创新啦。上帝感动咱虽然无像少年时遐活泼，对毋对不过呢，咱的心灵呢会当真活泼，你知道，嘛是会当活泼。保罗勉励即款的菲律宾教会讲叫因着爱头前的标杆主跑，对毋对？关到感觉家己关到感觉免怎跑，根本爬迄个行路足困难。所以可见呢，保罗在讲跑，向标杆主跑就是啥物？就是讲肉体虽然受限制，咱虽然年老，毋过咱会当保持呢心灵活泼心灵受感动有迄款的意志力，有热情，有在想要做啥物。所以呢，咱伫即个所在啦，望阮老店甲咱淡水教会同感受啦。咱即马莫讲正老无路用啦讲少年的毋知代中年的毋是款啦，咱莫安尼讲咱会当亲像永历师安尼讲，永历师先生甲讲呢，你们少年人要有郁闷做郁闷做愚妄愚想，老年人呢做郁闷，老年人嘛是有梦想中年人呢中规中矩咱三甲大家亲像以赛亚对上帝呼吁，讲我将请找我请找我，我伫遮我互你用，请找我伫即个上帝甲马甲讲，这个所在就是咱今仔日感受着上帝即款的呼召，咱对上帝回应，讲我伫遮找我，我互你用，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听从，阮今仔日真有福气，会当来到即个真有历史意义，搁在你感动马街即个所在，而且敬拜你，上帝阮感谢你的主爱，求你继续祝福即个教会，祝福即个地方，互即个所在会当为着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互阮伫即咱聚会，奉你的名，则敬拜你的，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帮助，才做你好的见证来帮助阮的社会帮助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甲阮的社会会当伫即个困难的所在受你的扶持甲带领。主啊，阮有足济的无够额，求你伫丰盛的主爱中间来补足阮，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